促進澳琴民生同埋社會服務融合，健全澳門青年就業支持嘅體系，開展澳門青年響合作區就業、實習同埋見習專項嘅計劃，鼓勵合作區頭部企業招聘澳門居民，完成澳門子弟學校、中學校舍嘅興建工作，力爭於2026-2027年學年開辦初中教育，並擴大小學嘅辦學規模，便利澳門居民響合作區就醫，有序推動更多澳門藥物可以響澳門新街坊衛生站使用，穩步推進廣醫一院橫琴醫院新院區嘅建設，逐步推動跨境養老服務發展，推動澳門養老服務模式延伸至合作區。